我係 Nico。咁我知道好多香港人咧喺裝修嘅時候咧，都中意用一啲淺色啲嘅顏色嘅，咁就想屋企光猛啲之餘啦，空間感亦都會好好多。但係如果我屋企唔係好大，偏偏又中意一啲好沉實嘅顏色，咁又可以點呢？今日咧，我帶大家嚟到土瓜灣去睇一個裝修成輕工業風嘅兩房單位，我哋一齊去睇下設計師點樣處理啊 ！Let's go！今次嚟到呢個單位咧，位於金都豪苑，實用面積大概400尺。業主夫婦話好快就會入伙噶啦。用色上面咧用咗唔少嘅灰色同埋深木色，仲有少少金屬元素添。一入到嚟玄關位咧，你會發現左右兩邊都各有一個獅字櫃嘅喎，其實佢哋都係鞋櫃嚟㗎。但係呢個咧就放啲經常着嘅鞋，細嗰個咧就會擺啲少啲機會着嘅鞋，而兩邊咧都留咗個中空位，可以用嚟擺啲擺設或者成日用到嘅雜物。隔離咧就係廚房啦，不過始終單位面積比較細啦，所以業主將等廚變咗做半開放式嘅廚房。而家廚房咧做咗兩邊工作台，因為上面冇做假天花，所以可以將廚櫃做到頂。而地下就用翻同客飯廳一樣嘅地磚，令到成間屋睇落去都大啲。雪櫃咧就喺近門口位置，而櫃桶就做咗高矮不一，分別咧用嚟擺唔同嘅餐具同埋碗碟。吊櫃咧仲特登預留咗位置，用嚟放微波焗爐。一般廚房嘅工作台咧都會做一樣高度㗎，不過今次設計師考慮到業主嘅需要啦，特登咧將爐頭做矮咗少少，咁業主煮嘢食就更加就手啦。出翻嚟咧就係客飯廳啦，咁話明係輕工業風啊嘛，呢度咧就用咗灰色嘅藝術漆做咗特色牆，摸上去仲有粗鞋感覺添啊！至於牆身呢度咧有塊直身鏡，除咗可以俾業主平時打扮用之外，其實仲有用途㗎。嗱，呢度咧就有個對流窗，但係望出去景色咧就真係唔係咁好啦，所以設計師咧特登用一塊鏡嚟遮住佢，咁有需要嘅話就可以開返。而客飯廳呢邊咧就放咗張4人餐台，為咗喺客廳掛牆擺到部大電視，而家梳化係背向餐台擺。單位嘅廁所亦都重新做過，牆身用咗好似水泥牆咁嘅磚，另外亦都做咗個大鏡櫃。啱啱咧提過間屋有2間房噶嘛，業主咧係有打算生小朋友噶，所以呢間房已經做定咗小朋友房先啦。未知 BB 係女女定仔仔啦，所以間房咧就用咗湖水綠同埋淺木色，比較中性嘅顏色做主調。房入邊咧有上下隔床，方便長輩喺度過夜照顧 BB。另一邊咧就做咗書台同埋衣櫃 ，BB 大個咗就可以用啦。隔離嘅主人房咧比小朋友房大，用深木色做主調，延續翻客飯廳比較沉實嘅感覺。呢度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做呢張 L 型嘅梳妝台，其中一邊仲可以當床頭櫃咁用添。梳妝台咧有幾個櫃桶，可以放到唔少化妝同護膚品，其中一邊櫃桶仲可以有鏡拉出嚟添。台上邊仲有吊櫃，可以用嚟放文件。為咗增加收納空間，雙人床呢邊咧就加高咗地台。設計師仲將窗台用 cushion 包邊，善用埋個窗台位添。而衣櫃咧就喺個床尾啦，而業主咧有好多 cat 帽嘅喎，所以呢度特登咧安咗一支可以燙出嚟嘅掛通，專門攞嚟掛 cat 帽嘅。成個單位就參觀完啦，係時候講下幾多錢啦喎。今次咧設計連埋裝修用咗56萬，睇完呢個單位會唔會覺得沉色嘅裝修都唔係好可怕呢？如果俾你揀，你又會唔會想試下呢種輕工業風格呢？歡迎下邊留言話俾我聽。如果大家想睇到啲靚盤嘅話咧，記住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啦，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資訊噶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